猫仔大饭店。嘟嘟嘟。喂，阿嬷，我是阿如啦。阿如哦，我甲你讲，烧声脏死去啊！阮兜是迄款客厅头前有一个细细的洗衫间的迄落范厝，地板又阁是迄种古式的花砖。即个细细的空间充满美丽的记忆，只是迄阵我无发现。以前阿母搁伫咧时，到厝第一件代志，就是甲洗衫间的电火点互光。电火一关，猫仔就拢围过来，大声细声吵要食饭。这时阿母就会讲：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才拄到厝呢。随后阿母就会开始准备因的暗顿，一粒一粒香杠杠的饲料落落碗内，发出稀里扣落的声音，搁有猫仔大声细声袅袅叫的哭摇声。等到碗一落地，煞来就简单会当听到猫仔因哭哭哭的食饭声。过来，阿母会准开水倒头。甲水桶底水底互甜，甲水桶关起外口，细儿仔甲门口的花草挖水，将土鸭淡了后，搁用手好咧甲水溅伫叶仔顶头。阿母讲安尼花草才会开甲水水，阮两母仔囝就安尼哪压花哪开讲。即阵阿爸就会行入去客厅甲电视拍开，甲穿的衫披入去洗衫机洗。阿爸关门的时拢诚大声，规个洗衫间都充满开门甲关门的声，洗衫机轰轰叫的声，电视底唱歌的声，搁有阮三个讲话的声。若是小弟即时拄好转来，安尼就搁较闹热络。大张哥大拿后空的伊，一入门就亲像要甲规个洗衫间钱甲填满满。搁因为伊一入门就会开始甲阿母开讲，规间厝就充满各种声音，迄是幸福的声。阮规家口仔感情诚好，定定斗阵，定定互相联络。阿母定定讲阿爸上爱大家拢黏做伙，就亲像肉粽干共款。毋那人是安尼，连猫仔来阮兜，久来嘛会变甲足温顺。定定对阿母尻川后袅袅叫，要叫人甲因摸，饲因食饭。阮一家口仔就和遮个猫仔做伙生活，过一段闹热滚滚、美丽的日子。毋过因为阿母毕业旅行，猫仔大饭店嘛差不多要收摊啊。简单剩烧声甲黄小弟的来食饭。如今上爱阿母的烧声嘛走啊。猫仔大饭店嘛得要结束营业啊。